听说昨夜程安伯来找小姐了。不是吧？那杜先生来了吗？没有。你这么关心杜先生干什么？我哪有关心他呀？我是担心小姐和伯爷夜半独处，不合礼数。哦，哎，听说昨夜程安伯喝得烂醉，估计杜九来了都拦不住啊。说什么呢？这么高兴，也让我们听听啊。小姐夫人，没说什么，在聊我和程安伯的八卦，对吧？对。你这死脑筋，干嘛承认啊？有什么好碎嘴的？不过就是伯爷他喝多了，来找画画说心里话。这都快成婚了，有什么可奇怪的？哎，是，我们只是担心这外头又有流言蜚语，说三道四，惹得小姐和伯爷不高兴。对。行了，快去备点醒酒茶，等伯爷醒来，让他喝点。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不过这话说回来，娘觉得伯爷是不是有什么过不去的大事啊？要不然他怎么会喝成这样？你有时间还是得好好的宽慰宽慰他啊。郡主，公子这几日表面装作不在意的样子，可其实他心里那道坎儿还没过去。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，还请郡主尽快想想办法才是。伯爷，浩浩，那日伯爷找石冲海之事，杜先生方才跟我说了。此事杜九不该告诉画画的。我明白，伯爷不想画画卷入这场风波。可是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也不该独自承受。咱们已经是一家人了，万事难道不应该有商量吗？商量？难道画画也想找皇上问个清楚？或许当时皇上真的碍于局势，有他的苦衷呢。画画为何要替他说话？当年牺牲的不止我家人，还有班老将军啊！大长公主也是深谙皇上之性情，所以才苦心隐藏下虎符多年，直到病危之时，才将其托付于我。难道画画以为大长公主也错了吗？画画没有替皇上说话，只是识相之言，不可尽信。万一是他刻意误导了你呢？这些我全都想过，可始终还与你琢磨所说的并无二致。也正因为我全都明白，所以我此刻什么都不能做，因为我答应过大长公主要保护你，保护本家上下。我娘也希望我好好生活，放下家仇。可我一想到她那张慈爱有加的面容，可能是杀害我家人的真凶，你让我如何忍？画画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因为画画还有父母，还有手足，而我孤身一人。你不是孤身一人，你还有我呢。有什么事情，我们都可以一起啊。能在红尘之中得遇相知之人，画画希望伯爷可以和我一样珍惜这样的缘分。今日伯爷心乱，那我改日再来。